再来看南投民间焚化炉的理解范围界定会议哦，今仔是开第7场，因为今仔是民间乡的落水马出巡，自救会就批评县政府拢调工，所以呢采收地叶佮迎妈祖这款大日子，自救会甲团团哦，嘛伫现场点香，要来向落水马禀告，也毋过嘛甲警方发生冲突，也毋过南投县政府是配合讲开会日子，拢是配合专家学者的时间哦，好个外界就毋通想济。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怎样？浊水妈祖庙在民间，所以你们不需要尊重浊水妈祖就对了。环保团体会这生气，是因为拜一南投环保局佮开启民间乡焚化炉的环境影响评估会议。因为拜一拄好嘛是民间乡一年一届的迎妈祖，当地人批评县府是趁真侪民众会去迎妈祖，无法度来参加会议，结果伊选一天，团团去现场点香，警察随来阻止，引起民众的不满。今仔是落水马出巡的时间，大家人拢去落水马遐拜拜，所以呢来开会的人就较少，安尼是足害的代志，还是调工选这个时间。拍算代表民进党参选南投县的温世哲，嘛来声援自救会佮团团。南投县政府是配合讲，开会的时间拢是看专家学者，都是有闲为主，并无考虑其他的原因。希望外界唔通想多。场地要有闲，专家学者嘛要有闲的时间才会当开会哦。所以阮是统计大家会用的时间，后会前会使的时间来做开会哦。阮并无顾虑到什么其他因素啊。另外，民间反焚化炉自救会嘛一面册佮公布咱的石虎的画面，证明石虎已经是民间乡生态。嘛强调，民间乡才是石虎生活的所在，无应该起焚化炉，害石虎失去生态地。希望大家无分党派，守护民间的生态，要求县府撤销起焚化炉的决定。记者安秀南投报道。